咱做伙来讲读上帝话，约翰一书第2章第7节到第17节，咱做伙来读。所听的兄弟啊，我无写新的命令予恁，就是恁对起头所有旧的命令。旧的命令就是恁所捌听见的道理。如果我写新的命令予恁，这个代志伫伊是真，伫恁也是真，因为黑暗得过，真光已经得照。人若讲家己踮伫光明，也怨恨伊的兄弟，就依到胆是踮伫黑暗。人若听伊的兄弟，伊就徛起伫光，也伫伊无跋倒的因由。独当人若怨恨伊的兄弟，伊是踮伫暗，搁行伫暗，也毋知所去的，因为即个暗，互伊的目睭青面。细囝啊，我写话予恁。因为恁的罪为着伊的名已经赦免。老大啊，我写予恁，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予恁，因为恁已经较赢迄个歹的。细囝啊，我捌写予恁，因为恁捌白。老大啊，我捌写予恁，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少年人啊，我捌写予恁，因为恁勇行也上帝的道理踮伫恁，也恁已经较赢迄个歹的。无得听这世间已经世间的秘密。人若听这世间，就白会听无踮伫伊，因为既若踮世间的肉体的需要、甲目睭的需要、甲人生的骄傲，毋是对白，是对世间，搁世间甲伊的需要得过去，独独行上帝的旨意的，永远伫地。咱要请曾牧师用活伫光明中来看灭。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角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即时三角组织伫你面前，搁来一摆要对你的话三角实，恳求你的话，成就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经过阮对你的信甲明白，晓悟伫即真理的中间，超找即条活命的道路，行在即条信仰的道路，到伫永远。阮看见上帝你的光，但是我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看你的神充满伫阮，帮助伫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圣诞恭喜！今日是咱庆祝叫做圣诞，咱点到所有的蜡烛，象征什么？什么？真爱啊！真爱已经啊啦，降临啊！这个真爱带来上帝完全的疼，要修补咱，互罪所恶意伤害，互歹伫安那困着咱。即个破碎的灵魂，正像圣歌对所唱的歌伫遮宣告，以赛亚书40章40到50所讲的，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一定，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伊家，弯弯的要解互伊得，坎坷的要收互伊平。妖怪的阳光得较显现，既然有血气的，拢要看见，因为这是妖怪亲嘴讲的。兄姊妹，
这个世界上充满着各种属肉体的需要甲贪念，哪像山谷一般样，无法度得到满足。咱的心灵的山谷，需要主耶稣伊亲自伫遮来填满，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满足。感谢上帝，因为有差遣伊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用真正的疼、完全的赦免来修补咱破碎的灵魂，互咱的性命搁再一摆拥有活出疼的能力。咱即礼拜时间讲，已经来到伫约翰一书，咱知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三封书信，拢无指明作者的身份，总是圣经学者认为，这三封书信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伊是主耶稣所竞选12使徒中间的一人，西庇太的囝，雅各的兄弟。这位约翰，伊少年的时阵，伊是安那？伊是，伊是脾气安那？非常安那？冲动，脾气安那？暴躁，所以被称作什么？雷的囝有一摆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因为安那，这座城无接待耶稣，所以这雷的囝气甲安怎讲？耶稣啊，你对天顶安怎？降火来烧这个城这实在讲起来总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人。总是到伊满年的时啊啦，去诚做上明白主耶稣为着听降生的真理，伫个书信中间一再反复，兄弟姊妹着安怎彼此相听。约翰一书其整体的内容，咱会当归纳安那用4个主题直接来讲。头一个主题是应对这个假的教导。这封书信的开头，伊就将重点放伫这元起头安那的生命之道，就是道成肉体的基督，并安那伊所传的福音。上帝将永远活赐予既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约翰伫遮强调，这个就是生命之道，就是使徒因所听去、所看去、亲捌看过、亲手touch、亲手来摸过并宣扬的，这是头强。第二样什么？来讲伊罪的严重性开始罪。伫今仔日的世代非常严重包括这几天发生什么迄个张文这个人所发生的代志。约翰伫遮劝诫咱安怎讲基督徒无必要家己假做完美无瑕疵的人因为咱必定会经历圣神甲肉体互相之间的相争。因为软弱来犯罪，咱就必须伫遮真心来认罪悔改，并靠着耶稣基督的气力去克服这个罪。当咱甲上帝性命甲性情有分，咱就会当真努力的想要来离开这个罪。伫正信的过程中，咱会发现家己愈来愈少互这个罪甲咱捆绑掉的，并且愈来愈多。活出对人的疼，这款咱就会当知影。伫这个时，咱更加当牵到咱真正什么上帝的儿女，并且甲天父上帝甲伊的囝耶稣基督，伫来共享这个团契，就是共享这个共同的生活。假如讲咱已经甲主耶稣伫共同生活到底第三就是什么？得救的确据。因为意思一直咧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如何知影咱家己已经得到救咧？约翰运用真侪无共款的对比方式，互咱读伊即个书信的时，会当判别家己是毋是已经有得救的确据。比如讲，行伫光明中的人，甲行伫即个黑暗中的人，1章60甲70。伊讲自称无罪的人，甲承认家己的罪的人，
1章80到10节。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敢若无遵守上帝诫命的人。2章30到6节，疼兄弟的人，敢若怨恨兄弟的人。2章9节到11节，3章11节到15节，4章7节到21节。疼世间的人，敢若无疼世间的人。2章15节到17节。行义的人，敢若犯罪的人。3章1节到10节。所以通过这种对比来判断家己的信仰，并确信家己是毋是有即个永远活，会当来领受即个永远的活命。第4项，就是彼此相听的命令。因为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伊的主题非常重要，就是咧讲啥物？讲到即个听，就是伫第3章甲第4章的中间，伊特别伫遮咧强调即个听，歹势最近安尼感冒所以约翰讲遵守主的道听，就是即个听上帝心伫的内面得当达到即个完全。所以约翰坚信是上帝听，互咱得到即个称做义的证据。所以约翰甲咱讲上帝已经差遣伊的囝，为了咱的罪做了挽回祭，用这显明伊对咱的听，因为伊是安尼听咱，所以咱也爱彼此相听。咱对人的听，就是咱听上帝的记号，也是咱对上帝所生的证明所以伫即个庆祝听已经降生，所以咱知影讲救主圣诞是啥物？就是即个听已经来降生的日子。所以牧师搁再一摆读即个新安讲的内容的时，感觉非常的意思。伫即个所在，咱若有读即个新安讲，咱就当看作者其中有咧讲起一个叫做叶志达牧师伊只介绍一部啥物电影即部电影叫啥物？修补灵魂的天使伊当佫讲是之最会当安尼听我。这部电影的原版剧情模式是出自圣经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信息中心是上帝对背逆的百姓，伊永远无变的慈爱甲护法。上帝用伊无离开、无弃杀的听，呼召伊的囝转来。这是一出真正会当感动人的电影牧师用这个电影来甲咱分享。这个风暴灵魂的天使这部电影，伊伫遐描述一个女主角安琪的人生如何因为听伫遐来改变。其实咧讲，这个女主角安琪是一位非常水的查某囡仔，总是伊的命运却极其的坎坷。伊的出世完全毋是伊的老爸所期待的。伊伊的老爸是已经甲人结婚，佮甲伊老母生即个囡仔就是即个安琪安琪老母非常的疼即个查甫人，所以选择将囡仔生落来。总之，即个查甫人也是离开，爱去原本的家庭中伫遐来生活，所以永远的离开，无搁再出现。所以，互爱情伤害即个老母每工用目屎洗面变甲消散变形，生活极其困难的时，伊只要带着伊的啥物？伊的即个安琪转去找啥物人？外公甲外妈，毋茫当得到伊的外公对伊的老爸老母伫遐原谅，无拍算去互伊的老爸甲赶出去。所以为了生活呢，伊只要靠着原始本体的即个袂肉体的生活。所以囡仔时期安琪常常互路口的囡仔甲踢笑，惹骂伊的老母是无体面的工作。无几年了，因为长期即种的心中的愁烦、愁苦，阁袂快乐的老母，就患了重病。
要死以前，老母牵着伊的查某囝安琪的手，同齐用主的祈祷文伫遐来祈祷。最后，老母也是死伫伊的面前。伫即个安琪细细生命中间，伊无法度理解老母所信仰的上帝为什么无法度医治伊救伊的老母。所以安琪将伊的老母所予伊的即个事件等伫迄个水沟仔内底，表达伊对上帝不满。只有8岁的一个查某囡仔，无人通照顾下面，所以互人卖去到妓女院。伊刻意被栽培，只会用身躯换取伊的生存。伊所赚的钱拢互摕走，也受了最的虐待。这种凄惨的遭遇，互安琪对生命、对人生失去了盼望。伊无相信疼，也无相信人会疼，也无相信上帝会疼。伊讲，如果若真正一位疼的上帝，为何无保守伊、保护伊，还阁互伊遭受遮尔凄惨的人生呢？遐日姊妹，咱来知影，世间有真多的苦难，是来自人的贪婪、自私甲邪恶。总以上帝怜悯甲疼，伊的恩典悠然存在。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定是1850年代，美国加州端淘金的为着什么？为着迄个乌迄个金迄个乌金沙的时刻，伫咧成形的时。电影一开始伊用莎士比亚的一句真正出名的话，闪闪发亮的不尽是黄金，伊遮不尽是应该讲闪闪发亮尽是黄金，但伊现在记得甲你讲不尽是黄金，确实闪闪发亮，不尽是黄金，意思讲抑阁有比黄金管珍贵的宝藏，就是让弥补破碎心灵真正的疼。所以伫这加州这淘金们的年代，所以一人一暝中间好业总是去带来什么？人心的败坏，人心的败坏。安琪在这种的背景下面，受到遐个看财拿命的人所控制甲糟蹋，所以生命完全体会到上帝的疼，也更较无法度体会到人的疼。所以伫咧放弃家己的时，男主角出现啊！这男主角叫做麦克麦克伊是一个非常有信仰的人，伊相信上帝必定让成就伊美好的人生，所以伊为着家己真拍拼努力，有家己的农场伫遐努力，伊也无袂记哩，要为着伊家己的什么？因为担心嘛，担心拢爱为着家己的什么伴侣婚姻来祈祷。所以伫一个机会下面，伊拄仔伫路头看到什么人？安琪拄仔伫这路，基路是拢喺伫路边尔，伊看到安琪哇！一见什么钟情，看到伊足介意的。伊认为这是上帝予伊的记号，也因为安尼是伊积极进入这个基路讲要去找这安琪，开真侪钱，总是只间当甲伊见面开讲，总是麦克伊所关心照顾互生命早就已经伤痕累累的安琪，感觉真困扰不安。伊感觉伊不配，因为早就已经绝望啊！伊根本就无相信生命会当美好，无相信人间有疼，所以选择一摆搁一摆逃走，搁等于早就已经习惯迄个基督徒的中间，过着误会不堪的生活。总是这位麦克，伊会当一摆搁一摆，再三去敲碎伊。麦克用上大选择这上大的疼甲包容，伫这个安琪，就是受伊背叛、欺骗，伊也无放弃。所以当安琪感觉家己无法度无原谅家己的时，麦克对伊讲：“我会当原谅你，我可以原谅你。”这份真情的疼甲疗愈，互安琪渐渐有迄个安全感。麦克对伊讲。即句我原谅伊的时，伊感觉
伊的心得到真大的什么安慰，慢慢行出伊的硬即个有望，并且愿意付出疼的人生。这份疼不但慢慢风波安琪破碎生命，更加伫伊的心目中种落望的种子。正因为这个麦克伊本身内心甲等待，互伊愿意相信疼真实的存在。伊也愿意相信家己并毋是互上帝伫遐弃杀的人，并且为着伊不幸的一生，带来最多机会甲胜利。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会遭到什么款的代志？有时是无法度伫遐来选择的。就像即个风暴灵魂的天使，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安琪，伊无法度选择伊家己的出世，总是伊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呢？确实会当选择的。相信有一位疼伊，甚至为伊降生的婴仔，相信生命会有信念，必定将咱带回顶头生的路。最后，安琪伊搁再互家己一摆机会。伊经历了侪的逃走、自我厌恶，甲侪的苦难了后，伊选择回去到一直守护伊、疼伊的丈夫迈克的身躯边。迄阵伊结婚了啦，无法度习惯，搁走去吼。所以选择放落过去悲惨人生所流露即个心理的创伤，透过信仰甲无条件的疼，得到灵魂的救赎。亲爱兄弟姊妹，伫即个庆祝救主圣诞的日子，你是犹原停留伫过去痛苦不堪的失败伤害中呢，也是选择搁再一摆，互家己机会放落过去，勇敢地行出去，相信上帝疼，必定会为着你破碎的性命带来新的基数。刚才伫咱的生命中，会有侪恶的控制的变化引导，不但互人无法度做抉择，啊，搁相逼行伫即个崎岖艰难的路途中，都好像只敢会当借着薄弱的生存意识，勉强延续生命伫遐来活着。总是风暴灵魂的天使这部电影，咱对安琪的故事中理解疼存在的重要意义。因为上帝无离开、无弃杀的疼，重新点导咱对生命的信念甲望。感谢上帝，因为有疼，咱会当成做互上帝风暴灵魂的天使。因为这个疼的本质是带有牺牲。电影中的男主角虽然受背叛，却无离开、无弃杀，互咱想到基督的疼。所以今日圣经经文的中间，老约翰伊只讲，如果我写新的命令互你，这个代志，伊伫伊是真，伫恁也是真，因为黑暗咧过，真光已经得照。若讲家己踮伫光明，也怨恨伊的兄弟，就伊到担是踮伫黑暗。人若听伊的兄弟，伊是徛起伫光，也伫伊无跋倒的因由。约翰一书2章80到10节，确实，黑暗已经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咱过去所领受的命令，是即个利未记所记载的，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我就是耶和华。利未记19章18节。利未记是犹太人上古老的律法册，通过以色列历史，规本的旧约圣经，拢咧甲咱讲，这位疼的上帝，伊如何在疼卑微不配的人，并且将伊丰丰富富的疼决压伫伊所疼的人的生命内面。到较新约，耶稣基督这条诫命，互伊新的意义，
耶稣讲，彼此相听是一条新的命令，因为亲身做模样，为了听，像这个世界，和这条概念超越了律法、民族、血缘关系的意义。伫约翰福音书13章34节，耶稣讲：我怎样听你，恁也着怎样相听。主耶稣，伊所实践的听，毋是律法上的规条，也毋是律法上的要求，是种生命主动的付出，甲舍己。耶稣捌讲，咱若为着伊的缘故，将一件事做伫最微细的兄弟身上，就是做伊就是做伫啥物人？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呢，定心伫即个解说听的真谛。即个要实践的即个命令，咱着伫遮不断爱问耶稣会怎样去听迄个人？耶稣会怎样去听迄个人？耶稣会怎样回应即人的态度？耶稣会怎样回应迄个人的需要？虽上要做到这种的程度，真正是真困难。总是咱会当看伫咱的教会生活中间会当看到有一寡真正伫教会真活动真热络的肢体。咱因为一寡代志，还是讲甲人会发生一寡对立冲突，离开教会。我想有一寡人是安尼生。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已经用最实际的行动，道成肉体，住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对伊定心得到听的能力。就像像电影中即个麦克一样伊就是面对受伤害、背叛、甲失望，总是有选择用听伫遐来包容、宽赦，这互人会当定心得到毋望。就像即个安琪就是虽然受伤累累，伊愿意互家己一摆机会，愿意去听，也愿意接受听。最后咧，因当作用听的行动去帮赞遐个更较侪需要帮赞的人。即咱今日社会若有即种听，愿意宽赦，愿意接纳，阁愿意完全改变甲悔改，还是讲完全互家己一摆机会。我想张文互伊一摆机会，若有即个听伫诶身上，我想就袂发生遮个代志共款。这是啥咱的主的听，圣诞节的即个意义无临到伫伊的身上。所以这是咱为啥基督徒爱传福音的缘故。免怎遮个人因为咱的福音伫遐来改变，来了解，来得到帮助。所以求主上帝当帮助咱，借着因为听来降生的主耶稣，互咱会当勇敢行出去，同齐生活伫即个光明的中间。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透过电影，透过人生的经验，阮来看见人确实软弱、软正，有时不配。总是因为你为了听，行上世界，为了这个听，用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主啊，感谢你，也因为你为了阮世界人来到这个世间道成肉体，伫遐诚做活跳跳的人，诚做阮的模样，阮的模范。佮将上帝你的话伫遐传达，不但传达，也伫遐来行达，伫遐来遵行、遵照，到伫今仔日，做可能会当帮助阮明白你的话，行达你的话，遵照你的话，互咱会当伫阮的生命中得到毋望，伫生活中行伫光明中，因为这个宝贵的信仰，诚做阮最大的帮助。主，我一摆伫这庆祝救主圣诞的时，
看你互阮即个真诶疼，真正临在，不但伫阮，伫阮诶厝下人、厝内诶人，伫阮诶厝边头尾，是国家社会，甚至全球全球即个世界每一角落，互上帝你诶疼充满着意义。我安尼祈祷，拢靠着耶稣基督诶圣名，阿门。